以前台灣報紙好悶嘅，佢哋冇突發新聞嘅呢度。我哋做咗突發新聞之後，佢哋覺得哇，即係將個社會嘅醜惡啊咁多嘢揭發出嚟啊，咁突然間好似台灣好似衰咗咁啊咁。呢啲查實係佢哋需要知道嘅嘢嚟嘅。呢一種方式有別於傳統報章只係偏重文字同靜態新聞嘅做法，敢於挑戰權貴，亦都係整個壹傳媒可以喺台灣站穩腳步嘅重要因素。台灣壹週刊嘅銷量穩佔同類刊物頭3位，台評喺2年之內就成為當地4大報章之一，銷量超過50萬份。我哋今日係賣貴佢哋50%，仍然賣多幾十個%嘅報紙，咁你證明呢個報紙本身係一個成功嘅，係受到呢個市民嘅接受嘅。咁我覺得呢個係 OK 嘅呢樣嘢。除咗售價有差別，絕大部分台灣媒體都有好清晰嘅政治立場。4大報章當中有3份都好明顯，自由時報偏向綠營嘅民進黨，中國時報同聯合報就偏於藍營嘅國民黨。如果你睇自由日報、自由時報，你睇突然間你睇到佢好綠嘅你睇聯合報佢好藍嘅，仲要中時佢都藍嘅我哋係冇嘅。呢種傾向中立嘅政治立場，同黎智英喺香港偏重支持泛民主派新聞嘅編輯方針好唔同。喺台灣係一個有民主嘅地方，我哋唔需要喺台灣去爭取自由，我哋唔需要喺台灣去爭取民主。我哋喺台灣，我哋要做嘅嘢就係，到底有乜嘢嘢對台灣人係好嘅呢？台評嘅立場吸引到好多喺選舉中屬於中間派選民嘅讀者。喺目前藍綠陣營各佔40%嘅選民結構之下，剩低嘅20%嘅中間選民，一般相信可以對選舉結果起決定性嘅影響。喺我哋最多唔一定我哋係影響到佢，只不過我哋同佢本身嘅共鳴係最大嘅。如果我哋去支持藍支持綠咧，佢即刻就會放棄咗我哋。咁所以咧，嗰個係一幻覺嚟嘅，我哋嗰個影響力。06年，黎智英推出台灣第一份免費報紙《爽報》。咁如果我哋自己做咧，我諗我哋阻止咗好多人入嚟做，因為個個都知道我哋如果做係一個好強嘅競爭者嚟嘅。投資有點爽報嘅發行量超過16萬份，比起另一張獲准喺捷運站入面派發嘅 U Paper 仲多出1萬份。差唔多唔使咩資源嘅，我哋只不過將每日蘋果日報嘅報紙裏邊一啲比較突出嘅新聞，適合年輕人嘅新聞，將佢簡化咗佢。爽報度先啦，今個月唔使蝕㗎啦，爽報開始下應該。今個月有機會，因為有2個禮拜月出唔到。我諗預蝕係即係以前蝕真係百萬嘅，今次可能100萬。喺台灣，黎智英只會就個別事務同員工開會，例行嘅編採會議，佢都唔會參加。嗰啲做藥材嗰啲就即係你話，除非去害人咁，你又新聞啫嚇，做藥材。喺香港，每日2個大小嘅編輯會，黎智英都會出席。整個報紙嗰個傳媒係需要一個改革嘅。如果我真係唔參與個細節，我冇咗個感覺，即係我點去創新咧？我一定有個感覺。除咗呢個已經準備就緒嘅網上互動電視，黎智英目前正籌劃發展一種全新嘅媒體，概念就係將報紙上面嘅文字影像化。咁我亦相信 Internet 嘅出現咧，亦使到報紙可以
進化到一個新嘅傳媒嘅一個可能性嚟嘅。因為 Internet 我哋面對一個挑戰，我覺得最後亦係因為 Internet 我哋揾到一個答案，我哋揾到條出路。我相信呢條路係我哋要行嘅。黎智英為香港同台灣嘅傳媒帶嚟一浪接一浪嘅衝擊，毀譽參半。黎智英未來嘅發展又會令佢成為眾矢之的，抑或係傳媒先鋒？大家拭目以待。下一集傳媒人環球系列，我哋訪問咗中東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嘅記者，佢曾經採訪過拉登嘅仔嘅婚宴。另外仲有唔少阿爾蓋達組織嘅珍貴片段。